睇房時間，官方報雙床房間面積為16平方米。冇錯，我今次入住嘅係雙床房間。酒店採用基本商務風格設計，設計擺設合理，因此住落嚟都唔會覺得空間感不足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插位，但係只有其中一面有提供。電視雖然係 Smart TV， 但可惜係鎖住晒所有功能，只可以當成普通數碼電視。有 HDMI 插位。房間捨棄咗傳統衣櫃嘅設計，所以儲物空間並唔多。浴室空間尚算充足，我個人使用起上嚟並冇任何唔方便。好老實講，房間嘅空間並唔算大，甚至乎酒店嘅定位都只係3星級酒店。但係我個人感覺房間嘅整潔度都唔錯，而且房間嘅擺設合理，加上極黃金嘅地段，我個人十分推介。